EVEST 浪奥有限责任公司手制牛肉加工厂。我们厂子2018年建厂，我们厂的一年生产力加工牛羊肉6000吨，我们每年生产牛羊肉1轮3000吨。我们有13个锅，20吨的速冻库，有装300吨的冷库。我们厂子总共有30个工人，需要的时候可以增加工人的数量。我们厂子按照蒙古国畜牧业食品生产标准生产牛羊肉的，现在申请向中国出口手制牛羊肉。我们按照中国的生产标准生产牛羊肉。我们厂子加工肉有自己的配套程序和监督系统，我们严格按照 HACCP 标准去生产加工肉及手制肉产品。EVEST手制肉联厂在这里进行一次体温检测、消毒。这是你更衣室，这是男更衣室，更换衣服。冬天的小水鞋，人们把冬天的水鞋穿进以后，在这里有消毒水，在消毒水里进行消毒，消毒以后更换，有一部分在这里消毒。所有的准备工作完成以后，在这个风铃消毒。这是我们厂子的剔骨车间，这是我们挂冻体的挂钩在这儿需要融化冻体。在中国注册的屠宰场屠宰的冻体经检验有配套式质量检查证的冻体，从这个门口进来，挂到这个挂钩进行化。下面地板是可以用水洗的地板，这有下水道。这是刀具消毒器，每2小时消毒一次刀。这是我们剔骨的平台，剔骨台有2个，可以30个工人都可以在这里剔骨分割。这是我们厂子加工牛羊肉丸子的设备。手制这是剔好分割的肉，在这里水洗好的肉在锅里煮，中心温度控制80个度。这是冷却室的门，是封闭门。是煮熟的肉进这个冷却室之前，要把消毒的紫外线灯光全部照亮20分钟，提前照亮20分钟。这个房间里有24个小时不间断的空气清洗剂，这个清洗剂总共有足够的清洗剂安装在这个车间里。冷却好的肉要放到包装车间，这也是一个封闭的门。真空包装，这是真空包装器，真空包装完以后可以存到速冻库，这是速冻库，可以装60吨左右。速冻的肉拿出来做纸盒箱包装，
就在这个房间做纸盒箱包装，而后放到冷库里。这是从装箱好的冷库